破花道这是每到一年一度的济公活佛圣诞总收济职工，抱着虔诚礼物的欢喜心来协助，保持由信众所捐献的成果，保全福禄寿酒等献礼，希望今年伫3月1日大典圆满顺利。大家真欢喜心大家来到做工会，要来甲咱济公禅师接收。别远就要伫大厅两边献台，摆上信众所捐献的。今年上届显目的也是拜燕王用108道山珍海味的盛大排场，来表达对神明上悬的敬意。而且所有五素五星6珍6味的献礼，拢代表牵言。整个燕王由明星食品甲几位功德主赞助，同工也阁有水果雕刻艺术，做伙来迎接神明生日。那么这个燕龙祥团是为明朝流传到今嘛，都是集咱所有的山珍海味108种还有咱这个五秀这个6珍6味还有咱的这个素猪素羊还有所有的敬酒来礼敬着上神这就是讲咱一般的咱拢适用伫咱的这个神佛的圣诞，也是咱的造就。过去的帝王时代也是讲这个大型的祭典由皇帝来颁布这个帝王宴，这个叫做燕王宴。今年已经第16摆得到内政部藉由宗教工业奖的破坏道祭司，嘛要用普天同庆、心灵同欢的心情来营造隆重各有办喜事的会场，欢迎各界善心大德3月1日踊跃参加。国历3月初1星期六上午9点，大家做伙来接收。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